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台中天元扶轮社甲永续素食联盟联合来鼓舞大家食菜食一个月，为7月半食到中秋节，有900间的企业公庙甲店家做伙来响应。 台中市天元扶轮社和店家企业公庙响应台湾食菜月，和大家做伙食菜。北港朝天宫董事长嘛来分享伊的经验。肉食伤济，鱼也食伤济，蛋白质伤济，对肝是负担的。 响应台湾食菜月，袂少店家拢推出优惠折扣。像台中这间有名的素食餐厅，有真侪无共菜色会当拣，互大家食甲真澎湃。 你平常有自助餐，欧式的 buffet， 有至少40-50道的种类，从点心、热菜冷菜全部都有，欢迎各位的一起来品尝。 素食料理简单的变化嘛，真好食，够健康，和大家做伙伫这个月做伙来食菜。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轩。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